如果你覺得最近屋企啲仔女成日對你黑口黑面，同佢講句說話都10問9唔應，甚至乎你明明好心幫佢哋湊孫洗衫，日日留餸煲靚湯，佢哋唔單止唔拿情，仲嫌你長氣嫌你煩。聽清楚啊！今日呢段說話分分鐘會顛覆你幾十年嚟嘅認知，是可以救翻你成個家庭嘅和氣。我絕對唔係喺度危言聳聽，更加唔係話你做老人家衰冇良心。但係如果你屋企正正發生緊呢啲事，問題根本唔喺啲後生仔度，係你做錯咗。而家正值2026丙午年，天干地支都係火，火氣極旺，屋企本來就最容易火星撞地球。好多街坊阿叔阿嬸實喺度呻，話自己辛苦大半世，老咗乜都奉獻晒俾頭㗎，淨係想享下人宣福。點解換嚟嘅係冷言冷語？有時特登煲靚湯等個仔收工，熱咗3次都未見人，返到嚟仲要被佢嫌棄，叫咗你唔好煮啦。嗰種心口谷住，眼淚喺心裏面流嘅感覺，真係做到流汗。最後俾人當係流膿。晚年最大嘅悲哀唔係冇錢，亦都唔係冇人理，而係4個字：自作多情。你以為自己係無私奉獻？你以為呢啲叫母愛父愛？喺宇宙氣場同埋命理學上嚟講，當你過度干預後生仔嘅生活，你無形中係釋放緊一重好大嘅壓力。你其實喺度吸緊佢哋啲運氣，你將自己嘅焦慮、擔憂全部包裝成為你好硬塞俾佢哋。難怪佢哋本能上覺得辛苦，想避開你啦。唔係你運氣差，係你唔識得順應天道。講到呢度，我哋就要入正題。晚年想過得好，唔想俾仔女嫌棄，你必須要學識嘅第一重活法就係守口熱，護住你個子女宮。大家而家攞塊鏡出嚟，自己對眼下面即係眼肚臥蠶嗰個位，雙學上呢度叫做子女宮，亦都叫淚堂。呢個位置係直接主宰住你同下一代嘅緣分深淺。一個有福氣晚年得仔女孝順嘅老人家，佢個子女宮一定係飽滿明潤有光澤嘅。但係如果你成日疑疑我睇唔順眼就出聲，芝麻綠豆嘅事都要管。例如嗌啊，點解又叫外賣啊？啲衫做咩唔接好啊？教書唔係咁教。呢啲無休止嘅抱怨同干涉，叫做口業煞。你知唔知啊？你每一次嘮叨，每一次埋怨，其實都係喺度消耗緊你自己嘅福報，即放低一重極低頻嘅負能量。呢啲負能量會第一時間反射落你自己個子女宮度。你留意下身邊嗰啲細日鬧仔女、脾氣暴躁嘅老人家，佢哋個眼肚一定係發暗、發青，甚至乎乾癟下陷，即係一啲莽撞嘅亂紋。商學上我哋叫呢啲做破拳紋或者刑克紋。你個面上已經散發緊一重趕客嘅磁場，仔女行埋你身邊都會覺得心浮氣躁，點會想同你親近呢？知子女，我之前見過一個客，今年64歲，退咗休冇事做，日日就喺屋企住個新抱，點樣湊仔？新抱上網買多件衫俾個孫，佢又要話人嘥錢，新抱俾個孫食少少零食，佢又要鬧人唔識做阿媽。結果點啊？個仔同新抱頂唔順，嗱臨租樓搬走，連過時過節都話要加班唔返嚟食飯。佢嚟搵我，喊到收唔到聲，話自己好心冇好報。我一睇佢個面上，子女宮灰暗到不得了，仲帶住少少黑氣。我好認真咁同佢講：你把口就係破胚緊屋企風水最大嘅煞氣，你唔收聲，神仙都難救。大家回想下，你有冇試過好心提醒仔女，結果俾佢哋鬧返轉頭，搞到自己一肚氣，夜晚仲要眼光光瞓唔着？如果有嘅話，即刻喺留言區打深一體會4個字，等我知道我冇講錯，亦都當係將呢口鬱結嘅污氣喺度痛痛快快咁吐出嚟。打亂字，連鐵和聽我講化解啲方法。老人家要積福，第一件事就係要收聲。後生仔嘅世界有佢哋嘅因果同做法，佢哋要撞板要行冤枉路，係佢哋人生嘅必經階段。你強行去管，去幫佢哋擋災，知子女即係違背天理，吃力不討好之餘，仲會折損自己嘅福氣。從今日開始，你要學識難得糊塗，見到仔女亂買嘢，由得佢，又唔係用你啲錢，見到屋企亂七八糟，慢慢當睇唔到，下過去就算。人老咗把口要似個聚寶盤，淨係講好聽嘅說話，淨係講祝福嘅說話。仔女問你意見，你就話你哋中意啦，幾好啊，你自己決定啦。呢幾句話威力大過你求神拜佛啊！當你慢慢少咗出聲，唔再帶住批判嘅眼光去睇佢哋，你會發現好神奇嘅事發生。
你個子女宮嘅氣息會慢慢變得明潤，額頭啲暗沉同青筋會慢慢退散。當你自身嘅氣場變得祥和安靜，子女仔女自然會覺得行埋你身邊好舒服，有種好溫暖嘅安全感，慢慢就會主動黐翻埋你度，同你分享生活。記住，唔出聲先係最高級嘅愛，放手先係對仔女最大嘅加持。講完要守住把口，等仔女唔好覺得你煩之後，我哋要講第二個，亦都係最現實、最血淋淋嘅一個活法。呢一點好多老人家聽完可能會覺得好心噏，甚至覺得我講嘢太過市儈。但係我今日一定要將呢個殘酷嘅真相話俾你哋聽，因為我見過太多老人嘅，就係因為睇唔透呢一點，搞到晚景淒涼，臨老先嚟受氣。好多街坊阿叔阿嬸心入面都有一個好大嘅誤區，佢哋覺得，飛爺，我得一粒仔妹一粒女，啲錢遲早都係留俾佢哋啦。趁我而家仲行得走得，不如早啲將層樓轉落佢個名度啦。又或者將筆退休跟我出嚟幫佢哋俾首期，幫佢哋做生意啦。我對佢哋咁好，佢哋第日一定會更加孝順我，好好養我終老嘅。如果你心入面都有呢個念頭，聽清楚啊，千祈唔好咁做。你以為你提早分身㗎？子女係減輕仔女負擔，係偉大嘅母愛父愛，錯晒大錯特錯。喺命理學同現實社會嘅雙重夾擊之下，你呢個舉動根本就係親手拆緊自己個台，將自己晚年唯一嘅尊嚴拱手讓人。至於一個老人家嚟講，絕對唔止係用嚟買餸食飯咁簡單。你嘅棺材本，子女就係你嘅底氣，係你嘅鎮山之寶，更加係你晚年嘅尊嚴護身符。我哋從八字命理嘅角度嚟拆解下，一個人去到晚年行嘅多數係印星運。咩叫印星？印者，地陰也。印星代表住保護、安穩、名譽同埋你嘅根基，而你手上嘅財富就係支撐住呢粒印星最強大嘅力量。晚年最烈嘅格局叫做財星被劫，印壽無依，即係話如果你喺晚年自己將自己手頭上嘅財權積蓄全部交晒出去，喺玄學上呢個行為叫做自破財富。你個財富一穿，底氣就是底氣一泄，命格入面嘅七煞就會乘虛而入。七煞代表咩啊？代表壓力，代表小人，代表無形嘅輕人。當你將所有錢都俾晒仔女，你自己身冇分文，你喺屋企嘅地位就會直插谷底，你連講句嘢都冇分量。至乎病咗想睇個貴少少嘅私女醫生，都要睇新抱或者女婿嘅面色。我同你講個真實案例，真係每次諗起都覺得戥佢心痛。我之前有個客叫陳師奶，1961年出世，屬牛，今年啱啱好65歲。佢老公走得早，佢一個人嚟帶個仔，死慳死抵買咗層舊唐樓。前2年個仔話想搞生意，爭幾10萬資金，日日喺佢面前呻窮。師奶肉赤個仔阿媽，心諗反正層樓都係留俾佢，不如按咗層樓套現幫個仔啦。結果點啊？生意失敗，啲錢掉晒落鹹水海。而家陳師奶退咗休冇收入，每個月要攤大張手搵個仔攞幾千蚊㗎。有一次陳師奶感冒睇醫生，我攞咗2劑中藥，返到屋企同個新抱報銷。我冇出聲鬧佢，但係喺佢面前大力咁拉咗一聲，然後將啲錢劈一聲放喺台面。前師奶同我講嗰陣，喊到眼淚鼻涕都流晒出嚟。佢話師傅嗰一聲嘆氣，子女真係好似把刀撳落我個心度。我省苦身家都俾晒佢哋，點解我而家攞啲100蚊睇醫生都要受呢啲屈辱？我同佢講，唔係你個新抱衰，係人性本來就係咁現實。久病床前無孝子，搶貧難顧連親生，骨肉都頂唔順啦。你手頭上有錢，你病咗可以自己請看護，可以理直起壯咁去養病。你冇錢，你就硬生生食晒人哋啲怨氣同負能量。所以話老人家晚年想過得好，第二重活法就係要四守財八宮，學識藏富，唔好晒喺仔女面前展露你戶口有幾多錢，更加唔好晒將我啲錢遲早係你哋啦。呢句話掛喺口邊，你一日未合埋眼，嗰筆錢都係屬於你嘅護身符。你要俾仔女知道，你有能力照顧自己，但同時你嘅資源係有底線嘅，唔係任佢哋如取如攜。為咗幫大家穩住呢個晚年財富，我而家教大家一個極度簡單但係非常之有效嘅風水實操秘訣。呢個局老人家喺屋企自己一個都可以靜靜雞搞掂。大家記住，無論你間屋係咩坐向，每間房都有一個明財位，通常就係打開你房門斜對角最入面嗰個角落頭。
你喺呢個位置幫自己補一個守財聚寶盤。聽清楚步驟，好簡單。鐵子米第一，去買一個有蓋嘅陶瓷盅，顏色最好係泥黃色、啡色或者暗紅色。點解要陶瓷？因為陶瓷屬土，土能生金。點解要有蓋？因為財不露眼，有蓋先可以藏風聚氣，治你個財富。第二，喺個盅嘅最底鋪一層白米，米代表食祿，代表你晚年衣食無憂。喺白米上面放8個銅錢，8代表800個富大財星，銅錢屬金，加埋喺土白米同陶瓷一面，形成一個源源不絕嘅生財格局。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步，揾一個利是封，入面擺一張你目前可以負擔得起嘅最大面額紙幣例，如1000蚊或者500蚊，同埋一張寫住你個名同8字嘅紅紙，將個利是封放入個盅度，冚埋個蓋，將呢個守財聚寶盤安安穩穩咁擺喺你房嘅明財位。呢個局叫做土金雙生暗藏財。你擺好咗之後，唔需要周圍同人講，亦都唔好俾啲孫仔孫女走去搞佢。呢個就係你喺屋企嘅定海神針。只要個聚寶盤安穩，你自身嘅財氣磁場就會變得厚實，仔女無形中亦會對你多一份敬重，唔敢隨便打你主意或者對你呼呼喝喝。腰骨先可以挺得直。如果你都認同錢喺自己首先有尊嚴嘅，即刻喺留言區打守住財富4個字，幫自己加持，保住你嘅晚年底氣，等啲衰氣同小人全部退散。大家飲啖茶，唞啖氣先。頭先講完把口同埋啲錢，呢兩樣嘢可能已經擊中咗好多人嘅痛處，但係接下來我要講嘅第3重活法，分分鐘會顛覆你由細聽到大嘅傳統觀念。如果你心血少或者思想比較守舊，聽完可能會覺得好難接受。我今日依然要斬釘截鐵咁話俾你聽，好多老人嘅由後生嚟到老，心入面最大嘅願望係咩4個字？3代同堂，覺得一家人齊齊整整，個仔娶咗老婆，生咗個孫，大家住埋喺同一間大屋入面，熱熱鬧鬧，呢啲就叫做福氣，就叫做安享晚年。如果你而家仲係咁諗，聽清楚啊！呢個觀念喺幾十年前嘅農業社會就係福氣，但係嚟到而家呢個年代，尤其係進入咗九運火旺嘅時期，2代人甚至3代人夾硬逼埋一齊住，根本就係引發家庭災難嘅元兇，係風水學上嘅大忌。你試下合埋眼諗下，你係咪習慣夜晚10點就眼瞓，清晨5、6點就起身？但係啲後生仔呢，夜晚1點仲喺度打機睇電視，行嚟行去，朝早放假就瞓到黃朝白爛。你嫌佢哋嘈親你瞓覺，佢哋嫌你朝早開收音機煮早餐嘈醒佢哋。你覺得開冷氣浪費電又凍親骨折，佢哋覺得唔開冷氣會出汗生熱痱。你覺得隔夜送翻熱食冇問題，佢哋一見到就話會致癌要倒落垃圾桶。呢啲睇落全部都係生活上嘅芝麻綠豆小事，至子女，但係日積月累就係引爆家庭大戰嘅火藥人。你以為你忍下就得？喺命理學同氣場學上，呢啲絕對唔係忍下就可以解決嘅問題。點解2代人住埋一齊咁容易炒大鑊？點解明明大家都係為對方好，最後會變成受人禁款？我用陰陽5行嘅道理拆解俾你聽，你就會恍然大悟。後生仔嘅人生都搏殺期，氣血方剛，佢哋嘅磁場係屬陽，係動態嘅，係急躁嘅，係向外擴張嘅。而老人嘅呢，去到晚年，氣血開始衰退，磁場會慢慢轉為屬陰，係需要靜態嘅，係緩慢嘅，係需要休養生息嘅。而呢2重截然不同，一動一靜嘅5行磁場，如果硬生生逼喺同一個狹窄嘅空間入面，氣場互相碰撞，就會產生極大嘅摩擦。喺玄學上，呢個情況叫做相沖相刑。陽氣太盛會干擾陰氣嘅平靜，搞到老人家心浮氣躁、血壓高、失眠。陰氣太重又會拖慢陽氣嘅衝勁，令到後生仔覺得返到屋企好大壓迫感，好似唞唔到氣咁。如果再撞正生肖唔夾，例如你屬鼠，個新抱屬馬子午相沖，又或者你屬龍，個女婿屬狗辰都相沖咯。嗰重氣場嘅衝突就更加幾何級數咁放大。你講一句頂10句，就算你明明係關心佢着多件衫啦，落到佢邊都會變成你點解咁煩。我見過一個實例，68歲嘅李伯，本來自己2公婆住喺舊區，不知幾逍遙自在。後來個仔生咗 BB， 話想接2老過去新樓度住，順便幫手湊孫。李伯以為係想清福啦，點知搬入去唔夠半年，瘦咗10幾磅，日日對住個新抱吃麵，只仲差啲大打出手。點解啊？
因為李伯習慣朝早去公園耍太極，新抱就嫌佢出出入入開門關門，嘈住個 BB 瞓覺。李伯中意睇電視開到好大聲，個仔就話佢嘈住自己在家辦公 work from home。李伯同我呻，我搬過去做阿四，做免費保姆，仲日日受氣，早知我留喺自己間狗窩仲好。我當時就同李伯講，你即刻搬走，同佢哋保持一碗湯嘅佢黐，呢個先係花煞嘅絕招。咩叫一碗湯嘅佢黐？即係話大家住得近，煲好一碗靚湯，行過去拎俾佢哋，碗湯仲係熱嘅。呢個佢黐就啱啱好，既可以互相照應，又保留咗各自嘅氣場空間。所以老人家晚年嘅第三重活法就係要學識氣場分次，唔好過度介入後生仔嘅婚姻、教育同生活習慣。佢哋點樣教仔，點樣使錢，由得佢哋，你將個心機100%收翻落自己身上。節目上，我哋有一招好厲害嘅改運方法，叫做借地運轉氣。既然你喺屋企同啲後生仔氣場唔夾，成日屈住，你就要自己行出去借運。每日朝早晨時，即係朝早7點到9點，呢個時間喺一日之中陽氣初升，木火之氣最旺盛嘅時候，你換套重新衫，落街去公園行下，去有樹木、有陽光嘅地方做下伸展運動，深呼吸，吸納戶外最純正嘅大自然陽氣。呢個動作就係幫你自身嘅氣場充電。當你將戶外生機勃勃嘅木火之氣吸入體內，你個心胸自然會變得廣闊，啲鑽牛角尖嘅怨氣就會跟住汗水排走。你自己揾到細藝，去長者中心唱下粵曲，同老友記飲下茶，自此類將你自己嘅生活填滿。當你嘅氣場變得獨立、強大、充滿活力嘅時候，你對仔女嘅依賴就會減少。最神奇嘅係咩啊？當你唔再藉住佢哋管住佢哋反而會覺得輕鬆咗。佢黐產生美氣場分黐咗之後，大家冇咗嗰重壓迫感。每逢周末佢哋反而會主動買埋生果，嗌埋個孫翻嚟探你，仲會覺得阿媽妹阿爸而家咁識揀，我都戥佢開心。你越係唔需要佢哋就越會黐埋嚟。你越係死捉住佢哋唔放，佢哋就要想走。呢個就係人性，亦都係氣場之間欲擒故縱嘅玄機。如果你都覺得同個生仔分開住，個只有私人空間仲舒服，此以你反而感情好啲嘅，即刻喺留言區打和氣生財4個字，幫自己屋企化解戾氣，將啲相沖相贏嘅衰氣全部掃走。我哋講到口熱，講到錢財，亦都講到同後生仔嘅氣場佢黐。但係如果接下來呢一點你做唔到，前面講嗰3樣嘢全部都係廢話。呢個第4重活法係最殘酷、最考驗人性，亦都係最關乎你晚年生死存亡嘅一點。聽清楚啊！無論你後生嗰陣幾咁威風，又或者你對啲仔女付出咗幾多心血，去到晚年，你最大嘅底牌從來都唔係你有幾多層樓，亦都唔係啲仔女有幾孝順，而係你一副行得、走得、食得落、瞓得好嘅身軀。俗語有話：久病床前無孝子。好多老人家心入面仲存有幻想，覺得我捱大佢哋，到我老咗病咗，佢哋理所當然要侍候我、照顧我啦。如果你仲係咁諗，我勸你即刻醒一醒，千祈唔好去試探人性。人性係最經唔起考驗。你試下諗下個畫面，如果你真係病咗，日日攤喺張床度，喐唔到，甚至大小便都要人服侍。你啲仔女要返工搏殺，要供樓，要湊細路，每日做到紙狗咁返到屋企，仲要聞到滿屋都係一陣陣嘅藥味，冇人除，仲要幫你抹身餵藥，甚至帶你頻頻包去嗌演福齊。即係咪一次半次，佢哋一定會好心痛，會搏心搏命去照顧你。但係如果係1年、3年甚至5年呢？當你嘅美藥費變成佢哋每個月沉重嘅負擔，當照顧你嘅壓力慢慢拖垮咗佢哋自己嘅家庭同事業，你估佢哋心入面會點諗？兒子咪就算佢哋口講無怨言，但係佢哋幫你倒洗倒尿嗰陣，忍唔住皺眉頭嗰一個表情，交完禮券張幾萬蚊單之後，嗰一聲極度無奈嘅嘆息，呢啲細微嘅反應就好似萬箭穿心咁，直接插落你個心度。到時你只會覺得自己係一件廢物，係全家人嘅超級負累，我從乜肉同痛苦，簡直生不如死。自子女，所以話你病咗唔單止你自己辛苦，係命理同風水嘅角度嚟講，你仲會直接拖垮全家嘅氣場同運勢。老人家係一間屋嘅根，你嘅命宮如果被病氣纏繞，你身上散發出嚟嘅就係極度低頻、衰敗、死寂嘅負能量。
呢啲負能量會籠罩住成間屋，搞到全家烏煙瘴氣。仔女出門做嘢一定會頭頭碰着黑，財運、事業運全部都會跟住一齊跌。為咗你自己嘅尊嚴，為咗唔好拖累你最錫嘅仔女，你晚年必須要學識嘅第四重活法就係死守命宮。對子女將養生同擋煞擋做你晚年最重要嘅事業。我今日唔係齋叫你食多啲菜，做多啲運動咁簡單。既然我哋講玄學，我就要將照顧好自己身體呢件事提升到風水佈局嘅層次。等我而家教你點樣從風水上將屋企嗰啲會引發疾病嘅衰氣病氣全部擋喺門外。踏入2026年丙午馬年，有兩粒極之兇險嘅星，大家一定要高度防範。依指你一粒叫做黑病符星，另一粒叫做五黃災星。呢兩粒星全部都係屬土嘅，支柱專門搞破背，輕則令老人家周身骨痛、舊病復發，重則引發突發性嘅心血管隱疾，甚至乎血光之災。2026年以黑病符星飛臨西北方，西北方喺八卦入面代表乾卦，正正就係代表屋企嘅男主人老父親。如果阿伯你張床頭或者你平時坐開張大班椅，啱啱好喺屋企嘅西北方，咁你今年就要打醒12分精神。而更恐怖嘅係五黃災星喺2026年飛臨正南方。大家記唔記我頭先講過2026年係丙午年，午正正就係南方屬火，五黃星屬土，火生土。今年嘅五黃災星得到太歲火氣嘅加持，煞氣係成倍咁爆發出嚟。如果你屋企嘅大門、廚房或者老人家嘅睡房喺正南方，呢個絕對係一個極度危險嘅健康定時炸彈。咁點算好？唔使驚嘅，有煞就有化，而黑同五黃都係屬土。風水學上有個口訣叫做土煞而泄不而黑。我哋要用金嘅力量抗耗盡呢啲衰土嘅力量。而家我就教大家一招極度實用，老人家自己喺屋企都可以輕易搞掂嘅化病氣絕招，擺放安忍水。聽清楚個步驟，好簡單，但係威力無窮。第一，去家品店買一個闊口嘅透明玻璃樽，例如洗乾淨嘅嗰種玻璃樽。子女。第二，去超市買一包粗鹽，記住一定要係粗鹽。有鹽係無效嘅，因為粗鹽天然嘅鐵精未經深度加工，吸收負能量同化煞嘅能力係最強嘅。將啲粗鹽倒落個玻璃樽度，大約倒到大半樽滿。準備落個銅錢，如果揾唔到古銅錢，亦只呢用6個1毫子硬幣代替都可以，都會1毫子含銅量高。將呢6個硬幣圍住一個圈，喺啲粗鹽上面。第五，喺粗鹽同硬幣上面慢慢倒入清水，水要啱好浸嗰啲硬幣。將呢樽安忍水放喺屋企嘅西北方化二黑，同埋正南方化五黃。如果你揾唔到方位，最簡單直接放喺啲床頭櫃底或者睡房嘅角落頭。呢個局個原理係咩啊？六代表金，六白武曲星，加上銅錢嘅金，金化土煞，而粗鹽加水會產生化學反應，會慢慢結出鹽花。呢個過程就係不斷咁吸收緊空間入面嘅病氣同衰氣。當你見到啲鹽花結到晒個樽邊都係嘅時候，就代表佢幫你擋咗好多劫。到時你成樽掉咗佢，再換過一樽新嘅就得。你只要幫自己安好個命宮，擋咗啲病痛，做到冇病冇痛，行得走得。你對仔女嚟講就係屋企最大嘅福將。你冇痛冇病，佢哋出外做嘢都安心，反到屋企見到你精神爽利，自然中意同你傾偈親近。子女健康先係你晚年最大嘅底牌，亦都係你贏得仔女尊重嘅最強大招。為咗你自己，亦都為咗你屋企人，即刻喺留言區打身體健康，百毒不侵8個字，用大家嘅念力一齊將所有病氣、衰氣、邪氣全部趕走，承接呢份最強大嘅健康磁場。子女頭先一口氣同大家講咗4重活法，由管住把口死守棺材本，拉開居住佢黐。一路講到要佈局擋走病氣。我知道有好多街坊阿叔阿嬸聽到呢度，心入面可能會有少少揦住，只會覺得有啲灰心。你會諗，哎呀，養人防老，點解而家搞到好似防賊咁防住啲仔女？做人老豆老母做到咁，仲有咩意思啊？如果你有呢個想法，我非常之明白你嘅感受。但係我今日之所以要講到咁白，咁刺耳，絕對唔係叫你同啲仔女斷絕關係。子女亦都唔係叫你從此以後變到冷血無情，我係想幫你哋斬斷心入面嗰條勒到你透唔到氣嘅繩。
所以去到最後呢個第五重末法，亦都係受過晚年改運大法嘅最高境界。我哋要從心態上進行一次大升華，呢一招叫做順應天道，化解冤親債主。只要你參透到呢一點，你哋晚年絕對可以大逆襲，做一個真真正正舒舒服服嘅人生型㗎。我哋成日聽到身邊啲老人家呻，生個叉燒好過生佢啊！我前世厭咗佢。大家以為呢句只係晦氣說話，喺佛教同埋玄學嘅因果法則入面，呢句話分分鐘講中咗個真相。大家記住一個千古不變嘅命理定律：仔女嚟到你嘅生命度，緣分離不開死從報恩、報怨、討債還債。如果個仔女係嚟報恩或者還債嘅，恭喜你，你生出嚟嗰個就係所謂嘅天使 BB， 佢哋天生就會體貼你，大個咗會自動自覺買嘢孝敬你，就算你趕佢走，佢都會黐住你。呢啲係你前世收翻嚟嘅福報。至之女，但係如果個仔女係嚟討債或者報怨嘅呢，無論你後生嗰陣俾最好嘅書佢讀，買最貴嘅奶粉佢食，甚至將條命都俾埋佢，佢大個咗依然會覺得你做得唔夠，佢會不斷榨乾你嘅金錢、精力，甚至用冷暴力去折磨你嘅精神。好多老人家之所以晚年痛苦，至子女就係因為睇唔透呢段因果。你死死地捉住一個嚟討債嘅仔女，硬係要用你嗰套無私奉獻去感動佢，希望佢有一日會良心發現，變成大孝子。結果呢，債未還清，你自己已經五勞七傷，日日以淚洗面。至子女，聽我講，面對唔孝順或者同你緣分淺嘅仔女，最好嘅化解方法唔係去鬧佢，亦都唔係去討好佢，而係認數、放手、隨緣。你將佢當成係你人生嘅一個過客，一個你前世欠咗佢錢嘅冤親債主，你將佢養育成人，供書教學責任已經盡咗，條數已經當係還清咗啦。從今以後，佢有佢嘅因果，你有你嘅造化。人宣自有人宣福，莫為人宣作馬牛。鐵子女，當你將呢份執着放低，奇蹟就會出現。你個心一旦重開咗，你身上嗰陣怨父母怨老嘅低頻磁場就會瞬間消散。你唔再日日望住個門口等佢翻嚟食飯，唔再因為佢一個冇禮貌嘅短信而激到成晚瞓唔着。你將本來放喺仔女身上嘅100%注意力，全部毫無保留咁收翻落你自己身上。呢個就係晚年做人生人家嘅核心秘訣。唔好再淨係夾最好食嗰件點心俾個孫，你自己夾起嚿蝦餃擺落自己口度，品嘗下個松鮮味。買生果唔好再諗住買啲擺得耐嘅，等個仔週末翻嚟食。去買當做最靚最貴嘅車厘子，自己洗乾淨慢慢嘆嘅閒錢。唔好再諗住幫身抱碗報新冷氣，自己報個旅行團，同啲老友記去睇下風景，影下靚相。討好仔女，你會患得患失；討好自己，你穩陣不賠。當你開始真正愛自己，享受生活，你曬落人嘅面上氣色都會唔同晒。你會容光煥發，印堂發亮。喺玄學上，當一個人嘅自身磁場變得極度圓滿同愉悅嘅時候，好運就會自然被你吸引過嚟。到時分分鐘喺啲仔女見到你過得咁爽，主動打電話嚟問：阿媽妹阿爸，你最近去邊度玩啊？我都想同你飲餐茶啊！記住，晚年幸福嘅鎖匙從來都唔喺仔女手度，而係實實在在咁揸緊喺你自己手心。今日講咗咁多，句句都係由心而發，可能好直接，但係全部都係為你好嘅金石良言。如果你聽到呢度，覺得個心突然間開竅咗，舒服咗，我恭喜你，你已經跨過咗晚年最大嘅一道坎。但係喺你身邊，可能仲有好多老友記、好姊妹、舊街坊，依然喺度為咗仔女嘅事轉緊牛角尖，起暗自垂淚。我懇請你做一件功德無量嘅事，將呢條影片轉發俾你身邊嗰啲需要聽呢番說話嘅老人啊，或者分享去你嘅長者群組度。喺玄學上，法師即係分享智慧，解開人哋心結係最大嘅布施。你幫多一個老人家諗通，幫多一個家庭化解戾氣，你等於喺度幫自己同屋企積緊極大嘅陰德。呢份善業最終一定會回向翻落你同你啲子孫身上。如果呢條片有令你學到嘢，記得幫我個讚好、訂閱呢個頻道，同埋打開旁邊嘅小鈴鐺，咁下次有咩改運秘笈，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啦。最後為咗承接今日講咗咁多嘅好氣場，請大家齊齊整整嚟留言區打上加平安，晚年兩福8個字，祝福每一位睇到呢度嘅朋友，晚年都可以無病無痛，荷包常滿，有尊嚴，有底氣咁過好每一日。
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更多改運天機，多謝大家。